數學科系列2年級嘅內容有10個學習單元，小朋友可以去水族館認識萬以內嘅讀法同埋寫法，參加問答比賽認識電子計算機嘅使用，透過記號卡認識正方形同埋長方形嘅面積單位，仲可以透過複印圖片認識長方形同埋正方形嘅面積計算，仲會說明學習目標同埋重點。我哋而家就一齊去參加一個海鮮美食節，認識7至9嘅乘法口訣啦。藍精靈給過我一個口訣表，我來看看。行啦，17得7，2714，37 21。下面的比賽是吃蝦比賽哦。每個參賽選手前面有9盤蝦，每盤有9隻蝦，先吃完者勝。19得9，29 18。最後會有選擇題形式嘅練習，加深同學對呢個單元嘅印象。哇，你答對了，太棒了！